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张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1集。今日咱要来甲陈世明、盛翠佩，伊讲贫穷闽南语叫做散车，敢有影是安尼？咱第一个问题要来问陈博士，你的文献伫倒位？你开喙合喙，拢讲闽南语是上古汉语，是雅言。那安尼，请你提出来散车伫上古汉语甲雅言内底的证据。明清的文学甲小说，拢已经算是近代汉语啊，袂使摕来做证据。参我即款的外行人就了解。但是陈博士遮厉害，要找证据应该无啥物困难吧？咱即摆就来看陈博士安怎解说，是安怎贫穷就爱写作散车。第一字伊就是讲即字贫穷的贫，顶头一个分，下骹是古早的钱。啊，你若甲钱拢分互别人，安尼就是散。第二字伊介绍即字穷，即字穷伊安怎解说咧？伫伊的影片1分25秒的所在，伊讲穷就是一个人躬身，弯着身体睡在洞穴里面，洞穴可能是山洞，还不是房子，所以这个人一穷二白，比家徒四壁还糟糕。啊，敢有影是安尼？你敢有去互伊骗伊？穷即字敢有影是即个意思？那安尼，你要安怎解说即3句话？我是较含慢啦，若拄着袂晓的字，我拢查字典。即字穷伫说文内底，本来是写作安尼：穷血、穷声。即字穷的意思就是极也。另外，伊阁有恭敬的样子，莫怀疑。伫古早，鞠躬会使写作鞠穷。看到即摆，是毋是感觉是安怎解说？甲陈博士讲的，拢无共款。无要紧啦，陈博士伊要讲啥，做伊去讲，咱来学正经呢。即字穷确实有贫穷的意思，安怎解说咧？咱来看墨子的即句话：穷或有钱，不容笑也。安尼是要安怎解说？表示你已经来到一个极的境界。凡事一体两面，好的一面就是百尺竿头，想要更进一步，相当困难。那不好的呢？那就表示你陷入了一个很不好的境界。就亲像咱台湾话讲的，进无步，退无路，安尼就是艰苦人，就是散食人。咱即摆继续来看陈博士安怎讲。伊看到即字贫，顶悬有一个分，伊就讲啊，安尼就是爱用即字线。你看，分线、分离、分散、分布，对无？是毋是都用即字？但是即字线，敢有线甲进、线甲空的意思？无嘛。若有的话，是安怎咱就爱搁加写一字进，对无？陈博士伫即个所在犯一个错误，就是伊过度引申。过度引申，就是会曲解即个字的意思。第二字，伊讲赤，赤牛的赤，赤就是裸，赤裸就表示一无所有，因为都散出去了。这是伊讲的。啊，若真正是安尼，是安怎运册字典内底拢无记载一无所有？共款，即个所在就是一个错误。过度推论，过度推论的结果就是会造成字的意思都无共款啦。咱来看赤字典是安怎写？即个字将大将火，甲骨文写安尼。来到清代的时阵，你就会看到顶头有一个大，下骹一拍火。玉片讲红色，即个是重点哦。即摆先按下不表，等下咱会继续讨论。过来，幼婴仔生出来的时阵是红色的，所以咱拢讲红婴仔。啊，运会讲赤身裸体，
确实是对遮出来无毋对，但是伊并无讲一无所有，所以讲这就是袂使过度推论。咱即摆来探讨一个问题：三肉是毋是爱像陈博士讲的，爱写作赤肉？咱来查字典，散食呀，即个音甲腰脊骨的脊共音。即摆我阁问你一遍，三肉爱安怎写？是毋是都爱写作赤肉才合理？你若是无把握，咱阁来查字典，即字赤啥物意思？说文解字讲散呀，即摆有即文甲说文解字互你考，是毋是就加大声讲三肉就是赤肉，毋是赤肉？赤甲赤音本来就真相像，发毋对伊真正常。但是咱捌字，阁有读册，咱就会使家字找倒转来。过来，你会问我讲啥物是赤肉？咱来复习一下，赤伫药片内底讲是红色，所以赤肉就是红肉，就是遮尔简单。日本人嘛是安尼讲。伫维基百科顶悬，我画红顺的即句话，我甲翻译出来，意思是红肉是哺乳动物的肉，例如牛、猪、绵羊、马、山羊的肉。我伫美国住17年，英语嘛小可看有，伊真正是写红肉，无别的意思，甲肥、甲瘦拢无关系。所以讲，咱即摆知影讲。三肉都应该爱写作赤肉，即字赤，还阁有啥物意思？咱即摆来看《孙子》这篇文章的一个段落，我先用台语读一遍，再用国语来解说。我以灭子之非角也，即使天下乱；灭子之则庸也，即使天下平。非将道之也，虽不免焉。灭子大有天下，小有一国，将族人以操实恶，忧戚而非恶。若是即赤，赤即不足欲，不足欲即相不行。来，我们来解释一下，他是说墨子统治国家有2个政策，一个是非乐，就是拒绝音乐。然后还有节用，那社会福利就会很差。这样的情形下呢，天下乱，而且天下平。再来呢，荀子就说：“我不是要说墨子的坏话，我是说天下乱跟天下平是无法避免的。如果墨子掌握天下的权力，或者是统治了一个小的国家，那这个国家的国民将会被迫。”穿的不好，吃的也不好，忧伤、哀戚，而且还要拒绝音乐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就是急。那这个地方的急，呼应了前面的贫，因为穿不好，吃不好，心理状态也不好，而且还不能听音乐。那这样是不是就是贫瘠呢？我们要来注意这个地方的乐。并不是只有指音乐这么简单，《礼记》里面有一个部分叫做乐记，这里面除了谈论音乐之外呢，还讲了很多治国的大道理。我们接下来继续看，他说贫瘠的国家就不值得追求了，不值得追求的国家，就算实行奖赏制度也没有用。好，我们现在回来看这个贫瘠。这个段落这篇文章里面有2个贫瘠的地方，第一个是肉体的贫瘠，穿不好也吃不好。那第2个贫瘠是精神上的贫瘠，你的内心忧伤、哀戚，而且还要拒绝音乐，那这样子生活是不是过得很痛苦呢？孙子这篇文章甲咱讲贫甲食这2字，就是同意思的，拢有贫穷的意思。
啊嘛会使夹做伙，夹做伙了后嘛是共款是贫穷的意思。若毋相信，你会使去查看卖。伫百度百科，这是中国大陆数一数二的大网站，伊直接就甲你讲，贫瘠就是贫穷的意思。过来，贫瘠就是平民的意思，就是善食人的意思。即摆佫倒来看即字食，食，佫有另外一字，同义副词叫做善，所以讲贫穷是毋是爱写作善食较合理呢？毋是善吃哦。即摆我来甲你解说同义副词应该安怎用。我们来看这个解这个字，下面的解释全部都在康熙字典里面可以找得到，每一个解释都可以变成一个同义副词。你看，散，解散，缓，缓解，释，解释，脱，解脱，说，解说，讲，讲解。再来哦，善，假呀，善假。哦，原来同义副词正讲的用法是安尼，毋是单说明迄套啦吼。咱千万毋通学伊无限引申、无限推论，安尼会去互人笑，因为字的意思拢会走精去。即马来看古早的文献，善食即两字毋是我讲的，古早就已经有人讲啊。啊，遮的文献你若有兴趣，家己会使去看卖，资料拢写伫下骹。即摆来讲结论：第一，贫穷爱写作善食；第二，瘦肉爱写作食肉；第三，赤肉是红肉，甲肥瘦无关系；第四，陈朴斯讲闽南语是上古汉语，是雅言。若是安尼，请你甲善赤的上古文献摕出来，互大家批判一下。若无，你就是家己扇家己的喙皮。好，咱今日就讲到这，感谢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